欢迎收听10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7章，天国有意见，耶稣诚然担当。谁会愿意在人生的道路上是被误解、被恶待，甚至是被害死的呢？但我们的主耶稣却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如以赛亚书53章6节，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我们都像一群迷失的羊，各走自己的路，但我们一切的过犯，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当。耶稣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不仅是见证天国的降临，更是以自己的生命付上代价，让人来认识原来从上帝来的爱是如此的真实，在人看似是一个羞辱，甚至是被反讽，好像今天的经文27章43节说的，他信靠上帝，自称为上帝的儿子。好吧，现在让我们看看上帝要不要来救他。但这是人自己的想法。上帝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只是要拯救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更是拯救许多不信但在他救恩计划中有份的人。当我们愿意来承认、来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福音救恩的道路上。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当时所有的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也就是认识上帝律法的人，他们的心意却是要处死耶稣。他们把耶稣绑起来，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会堂，他们没有这样的司法权，他们需要透过罗马帝国的司法来办耶稣，才有可能杀害他。因为生死的权在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权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必须要透过罗马政府的官员，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经文看到非常多次出现的这个罗马总督比拉多。比拉多其实在他的任内是不受欢迎，甚至曾被告到这个罗马凯撒那里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还在担任这个总督，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说巡抚的期间这些人要杀耶稣，而其中呢，一开始出卖耶稣的犹大，在马太福音就有比较多的记载说他看见耶稣被定罪就后悔了，真的就后悔了。然而他后悔之后，他向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们说他犯罪出卖无辜者的命，但是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却说那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人一旦硬了心，真的就在那个当中迷失了自己，甚至失去自己的身份，失去自己在上帝的呼召里面原来命定的那美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会讨论犹大在这里的死到底算是悔改了还是没有悔改，他自杀到底会下地狱还是不下地狱。其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并没有真实的解答。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叙述当中，不要忘记，虽然这样记载犹大，可是后面却是耶稣为所有的人付上代价。我相信他也为犹大的死付上代价。然而那最后审判的权利
审判的主权仍然是在乎我们创造天地的主上帝。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譬如说在这个巴拉巴和耶稣到底要放谁？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其实他会在巴拉巴前面再加一个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的名字应该叫耶稣巴拉巴。所以当这个总督比拉多他按惯例要来释放，就是要特赦一名囚犯的时候，他可能喊的是你们是要放这个耶稣还是那个耶稣？结果人要放的是那个有罪的耶稣，而要无罪的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似耶稣都在羞辱当中，在讽刺里面，在被人家极尽的苦待的里面，然后最后钉上十字架，甚至说了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借着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好像在那个生命有生命跟失去生命极大的张力当中，涵盖了所有人的罪恶和黑暗。罪恶和黑暗真的是在人一生当中不断的面对，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看见，也不断的在这当中，我们认识耶稣跟不认识耶稣就有很不一样的意向观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是一个从头看到结束，我想许多人都不觉得舒服，甚至觉得耶稣竟然为这样的人死，到底有没有价值？然而耶稣的死却是在人看来是被离弃，甚至耶稣自己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张力里面，我们仿佛看见了瞥见了天国的样貌。天国不是好像一切都富足富贵有余，天国是在人世间，特别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耶稣他来到世上，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黑暗。但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有这个救恩的需要吗？有些人是在他的事业中需要这个救恩，有些人是在他每一天的日子里需要这个救恩，有些人在他的病痛当中需要这个救恩，有些人在他内心深处的孤单需要这个救恩。如同今天的这首歌，深处我心，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为的是使我们得着平安，完全得医治。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表面，若我们不明白这其中那深刻的意义，我们就这样子就过去了。但若我们领受从天国来的意象跟看见，我们将看到的是这一切的羞辱，因为耶稣诚然担当，转化一切成为什么？成为救恩，不止救恩，更是荣耀。上帝的荣耀就在耶稣基督献上为祭的那个时候完全的展开。所以我们要来默想，耶稣愿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黑暗，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有救恩的需要？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相信的那一刻，我们已经领受这救恩的需要。然而这救恩的开展不只在我们相信耶稣，更是我们活出相信耶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所思所想所做所选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付上代价，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然而这些鞭伤和医治在今天看来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过。然而就是在这样子的人心黑暗和非常丑陋的境况中，更显出主你对我们的爱是完全，是毫无保留，是付上代价。所以主，我们愿意相信你，不只是相信你，我们渴慕我们的生命活出你付上代价所带来那个荣耀的景象，也学习你的样式，谦卑自己，而且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承认我们需要你，在各方面需要你，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环境都需要你的救恩。愿你的国降临，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映照出你天国的样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